头起先来关心寒流报道，今仔日开始气温降低，拜二、拜三会上寒，中部以北的低温可能会降到-7度。气象专家表示，明仔已经开始北部、东半部伫咧海拔800公尺以上的山区，亲像阳明山的林仔边，就有可能会落雪。所以，阳明山国小的课后照顾中心嘛申请2223要放低温假。农民早起就到果子园详细检查土地的状况，种植价熟度大概是8、9成，估计一阵仔就使采收啊。希望平安度过这个寒流。也若种老叶农民也赶紧喷叶边的营养剂，加强来防范。寒流来，它会冻伤，也是会冻伤啊。只是说我们只是表面上给它喷一下，给它防冻而已。怕它会在更冷的话会裂果嘛，裂果就是要套成这样子。立冬上强寒流即要来啊，北部甲东北部成转寒，拜一、2日暗时开始，华南云河区、东移各地有阵雨，温度增加，感觉更加湿冷。预计这波寒流上低温会出现伫拜2到拜3的透早，尤其到了23号及24号的清晨，会是在最低温的情形。那在这个情形下，在中部以北以及东北部、东部的平均的普遍的低温都会是在7度到8度左右。那如果是在沿海空旷地区或者是近山区，可能会再低1到2度。气象署提醒，寒流影响时间较长，请民众要做好防范的准备。专家分析，上新气象资料显示，原本有期的零度线伫西部已经对台北延到桃园，东部也已经来到宜兰。有低山区落雪所在，可能向下修正，800到1000公尺以上的山区拢有机会落雪。明天的晚上到1月24号是温度最低点发生的时候。今天看到最新的资料，看起来雪线明显的下修，高度800到1200公尺左右的山区啊，其实也有机会下雪哦。专家分析，后续又爱注意冷高压南下范围，加水汽迅速度配合这上低温。以阳明山离主边为例，就算到时无够落雪条件，也至少会有水井加落比雪情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